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Yoyo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返啟德新區 ASICE。ASICE 有齊晒各種各類唔同嘅菜系，例如泰爾酸菜魚、各種特色 coffee 同埋台式飲品。咁我哋依家為大家介紹返啟德現有嘅交通，有 22X 啟德來回、5R 巴士去觀塘、86小巴去九龍灣。智慧綠色運輸系統係我哋聲稱嘅輕軌，最快會於2031年落成。啟德郵輪碼頭站鄰近柏衛森、天晒天，到時由啟德嘅交通更加會比較方便快捷。今日同大家嚟到啟德跑道區嘅海濱長廊，大家睇下個海幾靚。今日同大家介紹返嘅就係最近最 hit 嘅樓盤柏衛森，跟我嚟啦。咁呢度就係柏衛森嘅兩房加儲物室單位啦，實用面積469尺。呢度就係佢嘅浴室，浴室寶鏡櫃一應俱全。之後嚟到就係開放式廚房，雪櫃、抽油煙機同埋焗爐配套齊全。最正係個單位可以望住維港嘅海景，同埋發展商露台嘅設計可以幫你做條晾衫架出嚟。另外洗衣機同埋啲櫃都擺咗出嚟，慳返好多位啊！個廳事事正正。咁兩邊分別係儲物室同埋客房，客房一樣會望得返海景。主人房基本上可以擺多個雙人床同埋衣櫃，而望返出去都係維港海景。作為九龍東重點發展區，近年嚟區內有多個大型項目興建，原來唔經唔覺已經初具規模。一齊嚟睇下啟德而家嘅新面貌啦！啟德規劃完善，包括政府部門設施、住宅同埋商業用地，以及廣泛嘅社區休憩網絡。早年啟德嘅交通主要依賴巴士同埋小巴，自從港鐵屯馬線喺2021年6月通車之後，區內交通網絡更為完善。啟德站位於啟德發展區內啟德城中心嘅中央，係一個地底車站。車站設有3個地面出入口 A、B、D。車站大堂嘅地底出口 C 連接啟德地下購物街，而建嘅購物街將會連接九龍城、新蒲崗、啟德站同埋宋皇臺站。預計全長1500米，建成之後將會比日本心齋橋地下街長1倍。啟德車站廣場1期同埋啟德大道公園位於啟德站上蓋，合共佔地約6.7公頃，提供寬敞嘅露天廣場同埋大草坪。唔單止可以帶小朋友去放電，更加係寵物友善公園，野餐又多一個好去處啦。柏衛森有多種戶型選擇，有一房單位啱晒年輕一族，亦有大單位適合一家大細。啟德發展潛力無限，想要更多資訊，快啲撳下面 inbox 聯絡我哋啦。今次就講到呢度先啦，我哋會繼續努力為大家介紹更多樓盤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